看阳明交通大学学生柯培德，伊用台语来解说量子科技，伫网络引起真侪讨论哦。市同学讲，因为有真侪科技的新用词，需要大家来急头脑，确实是无遐尼简单。也毋过哦，伊想要用台语来做一般大众的科学普及教育，嘛望讲为台语来拍拼。这个电晶体的背后的原理嘛是量子力学。因为咱先知影量子力学，才通去了解半导体材料的特性，安尼有才有法度用这材料去甲晶片做出来。用台语解说量子科技伫生活中的应用，讲甲不正认同。这是阳明高大的学生齐培德所做的影片。若讲到量子，恐惊侪人拢傻无涨。齐培德解说讲，事实上，咱即马在用的手机啊、电脑和 WiFi 内底的半导体晶片，拢是有用到量子科技。也是在迄个应用拢是需要半导体工业去解支持，上基础的原理其实就是用到量子力学，才有法度去做出在半导体晶片啊、电路可以法度去运作。这几年有愈来愈侪人用台语来讲各种专业，那文学、历史嘛有用台语来讲科学知识的专家，亲像天文学家蔡安理、甲力学和火箭设计吴宗信教授等等。齐培德认为，家己竟然有科学的传统做影片来推广，嘛是为台语奉献心力。量子科技因为它较新，政府迄个投资的经验，算讲是较少的。啊，武艺嘛是嘛，那甲因两个结合起来，除了伊听起来较适拍，嘛是会使甲因，就算讲做一摆推广。齐培德指出，像讲一寡科技的字词，拢着爱创作台语的讲法，伊嘛参考真侪台语 STEM 标准化计划的翻译。这个计划就是有收集科学、工程、数学等等的词来翻译。齐培德嘛望讲，把这个新词推广到生活和教育，互台语通讲万事万行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